时上届主要是来种高接来，但是收成了后的土地啊，将做农友上届头疼的废弃物。中科社区特别去拒接土地，设置着回收场来回收这个地啊，一年就回收100多吨，减少环境的污染。 农友将土地内啊路口的地啊，一个拆开，集中伫咧边的塘仔做回收。当时地区出产内啊，用地啊来保护果子生长。不过遮防拆掉地啊，唔知要等伫咧搭，互农友头壳摸咧烧。一年大概回收，光是我中科这个地方有100多吨。里长讲，过去农友拢会甲遮地啊乌白等伫咧果子园，或者是等伫咧河边。啊，若地啊烂去速度慢，过去大水若来，得冲到水源尾石缸啊水坝，互水坝积塌真侪粪扫。一直的劝导，到了这2年，大家都知道要怎么回收了。 加在经过宣导，大家有乖乖做回收。当时别个所在毛设5个回收处，敢若伫咧中科里一年得当回收100多吨，成效阁袂歹。